以炭烤海鲜闻名的府城烧烤家，这次又有骚操作，配合秋天吃蟹的季节，特别推出爆蛋红鲟猪油拌饭。新鲜红鲟慢火先烤至外壳变红，慢慢的，一只只红鲟散发出炭香及海味鲜香。满满蟹黄蟹膏的红鲟放到猪油拌饭上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味觉、视觉都满足。红鲟它炭烤的话，本身它那个甲壳的香气就是很香，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平常我们就会来吃它的炭烤红鲟，然后它这次做这样的组合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招待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会更适合。台南的红鲟呢，一般来讲用蒸的，但是它是用烤的哈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。更重要的是烤和用蒸的差在哪里？温度哈，因为红鲟里面的蛋哈，如果它用烤的话，一出来它就凝固了哈，不像用蒸的还是软的哈。9月份因为刚好是螃蟹的季节，所以我们就专门推出就是红鲟猪油拌饭这样子。然后红鲟猪油拌饭跟一般台南比较以往不一样的是，因为台南大部分的红鲟是做红鲟米糕。这个是我们台南的传统的特色。那我们是把它翻新，因为除了红鲟米糕以外，还有做红鲟粥。那我们店家我们是把它做成像红鲟，然后下面放那个猪油拌饭。然后我们红鲟是整个都是用烤的，对，所以跟一般的传统是用蒸的是不一样。烤的红鲟跟蒸的红鲟这样不一样是。烤的红鲟它比较香，比较有香气，因为它有甲壳的味道，还有基本的肉质也都是很香，因为它是整只下去烤。一般的红鲟米糕只会甜，它不一定会烤得香这样子。老板蔡玉玲说，现在的渔业养殖技术进步，其实不管在哪个季节，螃蟹都是一样的肥美，这也是烧烤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鲜美肥蟹的原因。其实现在已经365天都吃得到螃蟹，不会像古代的那个24个节气一样，就是只有9月跟10月这样子。但是是不是会秋天会更肥美一点？基本上，如果你是野生的话，9月、10月更肥美。可是现在养殖技术都很厉害，你只要有挑过的话，每次都会很肥美。不止秋天吃螃蟹，烧烤家也会依照时节推出对应的创新菜肴，就是希望提供更多美味选择，让消费者一吃再吃都不腻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